再来看台南市北门区蚵仔寮保安段附近有17公顷的国有地，长期拢互一寡业者等一寡起厝不爱的材料甲土石啊伫遮，检警嘛已经展开侦办咯。 行伫个离北门昆江到水门差不多50公尺拍岩的土地顶头，遮拢是无应该出现的建筑物涂角、碎去的玻璃，也有更条等等的废弃物。远甲看过去，遮原本甲对面同款是一条小小的车路，也毋过最近煞互人发现规条路互人混看，真做是长度100公尺、宽度20公尺的大路。啊，伊拢下晡暗头啊、暗时啊倒的吧，因为阮大部看电视拢暗因为你是拢有遮怪手停去啊。啊，有看咧倒的。伊倒无久就走啊啦。古早时代是拍盐的所在，即摆咱即摆无咧拍盐啊，所以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废弃的盐滩地啦。本来是阮这较早的旧路啦，阮这旧路差不多一台车会使过尔，即摆吼，伊迄倒一直愈倒愈宽。 地点就伫个集水溪的布花所在，正压贴。原本遮也阁有一条布花的道路，也毋过今年9月国有财产署设闸门了后，派心的业者改甲废弃物倒伫个即搭，有民众烦恼污染着土地通报公所，公所也通报环保局稽查科来到现场。11月29透早，警方甲环保局稽查科也来到现场勘查。另外，为求慎重，现场也进行采样、进行送验。那后续采样结果如有确有污染情形者，将依违反废清法追究相关刑责。另外，也函文农业局等相关单位依相关规定查明办理。台南市环保局表示，因为现场无查到相关的行为人事证，已经先采证化验。也那客家的警方也开始调查有问题的沙石仔车出入的影像来追查行为人。高山市南区分署是表示，专案已经请检方侦办，会找出违法的行为人，而且清理应件废弃物追究到底。记者综合报道。